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农委会到立法院报告的简报的内容。5届立委黄国昌伫个面册一篇大文列为假消息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2度公开来道歉。另外，农委会嘛要来成立防止假消息的作战小组。若是假消息的内容损害到农产品，相关要罚30万。郑重跟黄国昌委员道歉。 安尼阁无够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上台报告，佮对时代力量黄国昌回失礼。问题是我自己要负责督导的这一个不周，所以造成了对黄国昌委员的伤害。我这边再一次的跟黄国昌委员郑重道歉。起因是黄国昌伫面册顶面写讲，基层领遣员无够，还阁斗拼交人啊。这篇内容伫农委会简报内面被列为2018年农委会有处理的55假消息之一。大家教授强风伫个评论啊，变成假消息。 你有没有这个专业能力做这个事？否则，55件加 N， 昨天拿出来，今天又把它收回去，这个进退失据啊！我自己当然觉得很丢脸，我自己督导不周啊。为着无要互假消息伤害农民，农委会决定要成立防止假消息的作战小组，佮拍算受罚损失农产品运销特殊相关罚30万。 对这一个上面农委会护航厂商发大财这句话没办法接受。谢谢。那本席要讲的是，今天我希望这句话当场改掉。好，你不要发大财可以。一样护航厂商，这等同会有相关的没问题责任在。把它删掉。法也未收，主委立场真坚定，就是无希望阁听到任何不实的消息，和政府单位阁受伤。